今日我哋會同大家介紹澳門刑法典入邊有關減輕殺人罪嘅相關規定。根據刑法典第130條嘅規定，如殺人者係受可理解嘅激動情緒、憐憫、絕望，又或者係重要嘅社會價值觀或道德價值觀嘅動機所支配，而此係明顯減輕其罪過者，可處2年到8年嘅徒刑。減輕殺人罪嘅構成要件，大部分都同殺人罪係相同嘅。同樣係侵害他人嘅生命權，同樣係作出故意不法剝奪他人生命嘅行為。行為嘅主體係一般主體，主觀方面亦都係必須具有不法剝奪他人生命嘅故意。唔同嘅係呢一個犯罪對於行為人不法故意剝奪他人生命嘅動機係有特殊嘅要求，只有符合有關嘅要求，而且係明顯減輕其罪過嘅時候，先會構成呢一個犯罪。下一集我哋會同大家介紹符合減輕殺人罪動機嘅規定，敬請留意。